咱台湾种咖啡的农民，真侪拢是规模较细生产者，无自动化设备，佮欠工，所以品质是较无稳定。农试所和农粮署合作，就引进自动化设备。这咖啡果为采收到烘豆仔，应该爱开14工，即阵是缩短到2工就完成。咖啡豆采收后，透过这套自动化的机械分选、脱皮、发酵、甲看锁，只要2天的时间，就会当为果实产出青的咖啡豆。 比过去传统的人工流程省下袂少人力和时间。1公吨的咖啡豆的话，我们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处理，所以基本上它对农民的帮助非常大，而且省工省力。我今天就想说，专程来看一下这边的，他所要介绍他们的后置方式，还有最新的机器。农试所表示，目前引进这台清洗脱皮的机械。 每天只会当处理400至800公斤的咖啡豆，还会当做到千度果胶。让过来定用手工清洗来比较，用水量和人力拢减少9成以上。我们再从咖啡果实采收到做咖啡生豆的这个过程，那如果是一般小的农户呢，可能要花掉14天的时间。那透过引进这个系统，我们实测结果，其实从采收进料到最后烘干成生豆，其实只要花2天的时间。农试所就讲。 过来种植咖啡的面积1178公顷，产量大约1000吨，一年产值大约10亿。但多数的小农种植嘛，定拄上缺工的问题。现在会当稳定加工有关产量，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拢会当提升。继续向为您报道。